好可怜哦，芳芳。作为你的好朋友，不管你有没有想起来，我想我都有必要告诉你。你看到没？他那个眼神，他跟这么多女的搂搂抱抱，你能忍吗？所以呢？芳芳，他那个简直是冰山一角，小菜一碟，不值一提。我这，哎呀，完了。你们几个到底靠不靠谱啊？如果我按照你们几个的鬼主意，在冯冯恢复记忆之前，我就全被你们毁了。哎，你们有没有那种快速让他记起我的办法呀？好像冯冯现在不太在乎你啊。难道是我们找的点不太对吗？应该想想还有没有他最在乎的东西，可以拿来试探一下。我知道他最在乎的是什么了。喂，拐皇的前妻怎么样了？还不错啊，好像已经喂，怎么啦？哦，明白了。好，拜拜。没事吧？唉，亲爱的，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儿，但是你要答应我啊，千万别激动。哦，刚刚叶波他告诉我，叶家他回来了。叶家回来了？可是叶家是谁啊？就是你曾经最爱、最在乎的那个人啊！还有这么回事啊？我怎么记不住了呢？那他回来干嘛呀？是为了你呀！他要回来跟李欢决一死战，而且现在正在李欢家，他俩正要打起来呢。峰峰，你一定要阻止他们。哦。不关门。嗨，我等了多时了，失忆的冯小姐。嗨 ，hello， 你好。头好痛这是哪里？哎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是我家呀，我就在这等着你，自投罗网，自保身份，自食其果。好诱人的话，就是没听懂。走了。哎，今天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？而且你为什么鬼鬼祟祟的？我这是锻炼身体，保卫祖国，锻炼身体，然后就听说这里面开化妆舞会啊，进来看看。化妆舞会真不错啊！化妆舞会，那你扮演什么角色呀？骗子？感觉自己萌萌哒，心里就开了花，高兴就啪啪啪。没想到吧，我早就看出来
你有些古怪。有个人在自己的卧室里偷偷打视频电话，小声说，大声笑，哈哈哈哈哈！那个人分明就是叶家。你明明还记得三色蛋，记得营养餐，你会不记得我李欢吗？我记得三色蛋怎么了？但我不记得是跟你做的。自己都说出真相了吧？还装？好，我承认，我就是骗了你。骗你又怎样？一直以来，我老是被你耍。一开始跟我装失忆，虐我，对我百般奚落。后来，终于想起我了，却要离开我，害我那么伤心。OK， 不走了，带我回古代，你却跟你的相好把酒谈心。原来。许你吊我的胃口，调戏我的神经，为什么就不能让我好好的玩弄你一下？你用生命为我负责，这就是用生命为我负责吗？谁？其实，我早就已经察觉到了，所以我会让芬妮来试探你，说叶家回来了。但是这些都不重要，因为我知道你在乎的。今天我来，其实是为了……我当然知道，我又不傻。你都是为了我。当别人问我你最在乎什么时，我就跟他们说你在乎的是离婚，而不是叶家。而今天你带我来这儿。其实只是因为你担心我，你怕我跟他发生冲突，你怕我受到伤害，对吗？自作多情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我以前不知道，我害怕，我躲闪，我自以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，其实我却深深地伤害了你。我以为我会永远失去你，直到命运再给我李欢一次机会，让我们重新相识，让我们重新认识彼此，再爱上彼此，才让我现在真正的明白，只有我们在一起，才能够幸福。让我们永远在一起。好吗？我们以后再也不